看到自家，我心中就是有点摸埋爽快，因为今天就参加过脑给打擂台啊，在第2集就被他 PK 掉了。很厉害，其实他们两组直接可以改规则，变成 PK 歌唱比赛。哎，走对了，那评审就要拿出你们闯过嘅专业咯。周木凯有天数驻吹吗？我在家里会切水果。切水果，他不会。我直接拿来啃的。因为我们也正在找男主持，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的体重超标了。哎呦，真的好可惜哦。红萝卜我穷下喊吗？老师说话的。中啊！果然是节目经验很强的文君。青椒，好，青椒，它有一点色盲啦。彩椒，今天走译文，那看颜色看不出来。糖子跟马朗 Q 啊 Q 啊。李欣妈妈在家也是这么浮夸吗？我要请一个给自家吃，因为我是他粉丝，我是那个体育街的粉丝呢，可是我没东西可以给你。很多人免了哦，还是第二，两块便宜最厉害耶。反正就是煮下去而已，最多就是分开来吃嘛。倒鱼味啊，倒到哪里？都哑了。哎呦，哎呦。哎呦，豆鱼味没？这个是精华呢。那他听了上，我觉得这样子开大火，还有油让酱一下，好棒棒哦！你是在酸我还是真的？好棒棒！不会吧？这样变外国咯，冇理哦。哎，从这个，新嘅帮斗，新嘅帮斗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还有所有现场的乡亲朋友，大家好。欢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是民族，我是白跳。你为什么突然变鲁拉啦？对啊，梗系床够啦。哦，今日梁主計攞一邊哦，因為當佢床夠嘅。真的。好啦，先來講到今日來到台中嘅潭子呀、大 V 耶，潭子這邊有很多默默隱藏的客家人。哦，真的哦。真的，我頭擺做節目㗎，來到大 V 這樣發現到，哇，也係客家新世界。真的哦，真的很多客家人，看不出來。没错，而且呢，都談子啊，大 V 啊，中意的東西配 V 某嘅，很厲害的。中，等一下就知道。好，現在朋友都叫咩？評審欣賞，提前來朋友都嘅龐賢琪龐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賢琪。龐師傅你好，還有聽友朋友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馮毅，大家好。你好。好了，這個已經玩到有點老了。哦，等一下變化一下。哦，變化一下，是誰？好，剛剛有講到呢，叫咩？潛水站10分的厲害呢，都係當唔會衝過啊。我們這組厲害了，小童星。而且呢 ，Q 勇誒都有嘅衝過比賽當中哦，得到非常好嘅成績，最主要係媽媽嘅當佢衝過。可是會唔會做菜？等下再來看啊。好，來分享到嘅係文竹老宜興妹妹。哇，放呀放呀！大家好，好可愛喲！不過既然當佢唱歌，記得咯，你係煮菜嘅節目哦。沒問題的，有我在。好，你下放呀到係咱上面東北唱歌哦，叫係阿姨吼，然後叫外省鄉下吼，用地訓到幫自家。哦，終於請到自家來了，自家許你一片麥田。嘿，都叫摸看到，就看到自家，我心中就是有點摸埋爽快啊。怎麼會呢？因為今日就參加過腦嘅打擂台啊。24季冠軍，23呐，23呢？你看，嘿哦，我在第2集就被他 PK 掉了。很厲害，你有到第2集不錯了。沒有，所以1分其實差很多。佢已經動厲害，咁個今日大家阿姨強下來，唔係唱歌哦。2組都是要負責來煮菜啊，好嗎？其實他們2組直接可以改規則，變成 PK 歌唱比賽。哎，走對咯，那評審就要拿出你們闖過嘅專業咯。把有講到這裡都是潭子呀，大 V 耶，有冇個好高好料好吃的呢？跟大家介紹一下。潭子鴉片哈有一家叫做摘星山莊，100年嘅歷史嘅古蹟建築。對，家給大 V 除了看古蹟，還有看到嗎咧？那邊的話，東島嘅生意呢有冇？有冇人去㗎？用生意呢就做得帶過去野餐啊。哦，不是帶到生意去野放這樣子。沒黑啦，它可以餵魚啦，安尼。哦，主要就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四合院的一個古蹟。是，宜興呢？你喜歡在哪一條受菜搞料？還是你喜歡吃潭子的嘛？該東西好食的，你為大家分享一下。該不會是媽媽煮的吧？媽媽不常煮。OK。那你好什麼？我喜歡吃那個，我不知
道，我喜欢吃很多东西。哦，因为刚才讲到那个坛子运动都好搞好料啊，我们自家其实对菜题没懂了解，那大家讲一下好冇？因為好搞好料。坛子有那個粗豆腐哦，坛子、粗豆腐都有名哦。懂有名。其實自家對在地的文史研究嘛，每日動都有考究嘛，所以等一下吼假使有時間好好來問一下，他對坛子啊，他就對客家文化了解有幾多安用？哎呦，你這樣是故意要考他就對了。一定要的啊！他考我，我現在換考他。啊，唔過其他客家話比講行較好。啊，當然的呀，係嘛？自家有興趣主持嘛？因為我覺得呀，從歌手轉到主持，其實係一個同好嘅發展。誒，不過主要叫我看一下，今日嘅主題係食菜，去看下。來到攤子嗬，聽錯係食嘅東西，馬上我哋打開嚟俾大家看哦。馬蘭薯，誒，啲阿正有劉太下講一下，我頭擺做嚟啊，談在前面嘅馬蘭薯，因為馬蘭薯嘅動力開，還有啲有什麼味道？什麼係嘛嘅？就是人參。哇，真的是真的。該不會又要試吃了？這幾真嘢都上昨天上市的。不過我先請達人出來嗱，本人都嘅阿種馬蘭薯嘅牛年係糯米蘭雞，正常不？米蘭雞，哦，很香哦，太漂亮。老太教嚟小記下呀嘅中馬潭子啊馬蘭薯啊有名哦。你全台灣產量係250公斤。哇，天啊，咯，跟我差不多重誒。哇，比較重哦，個。安呀嘅馬鈴薯吼，食起來老外地嘅無同樣，特別的好食。故說吼，安尼潭子吼，為辦一個馬鈴薯搖滾的文化節，帶動地方的繁榮。阿公吼，年輕人呐，後生人都賺了，錢都賺了。安呀，農村來種呀嘅馬鈴薯。誒，今日種馬蘭薯啊，佢咁可以講中國嘅個係也得提做啊今年上都係用嘅。唔是係，因為呀個馬鈴薯有個時間性，馬鈴薯種太注重禾誒，種稻子，種太又種馬鈴薯，安尼。哦，連種啦，連種，我說種起來馬鈴薯特別好食，佢係食起來嘅 Q 度。冇中央，當 Q 當好食。哎呀，我是講唔啲哦，食飯啊！哇，這是什麼？這應該不是馬鈴薯吧？這是水飯的吧？馬鈴薯撈水飯。哦，有安尼客家嘅面線，真嘅。哦，今天非常 Q 誒，很 Q，它是很綿密，吃起來像人的布丁，但是。比那個布丁更較嫩，更好食。同樣啊哈。我發現到他們自己馬鈴薯哦，一食到後背哈，還有一種香氣慢慢帶出來呢。咁奇怪。還有那個層次感。嘿，錯。冇強龍，那平常食就冇強龍。780多。因為一般已經食到嘅馬鈴薯哦。綿綿的，就是一下就散開咧。我記得係唔壞呢。佢係 QQ 嘅，口感冇強咯。你還有表嘅風葱條係冇？有，佢很對味，當我。我發現到兩頭菜吼，剛剛不是講輪根嗎？一下種木個稻子嘛，一下種嘅馬鈴薯，不就是水板加那個？對，米呀，那個米拿來。這道菜就是這樣子。是。好，馬上呢就用談戰針對馬鈴薯水來進行挑戰咯。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嘅好明星，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薯魯菜。到底哪一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，一家之主送菜嚟。馬鈴薯應該係看顏色是都好食啦，做沙拉，還有做薯條，喜歡吃薯條嗎？喜歡。好食薯條吼，說不定媽媽給你做薯條哦。係啊，就這樣那裡破死活的啊。對啊，風吹帶來料理係乜雞？馬鈴薯炒肉絲。你媽媽咪會做兩套菜呢。好，談看一下咱最緊要厲害咯，愛做嘅料理係馬鈴薯煎餅。哦，煎餅咩醬餅哦？煎餅，醬都念啱詞哦。真的誒，有點韓式煎餅，對。到底哪組做表現都較好咧？大家有信心嗎？有嗎？有信心嗎？有好，加油咯！好，必須馬上來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哦，搶開始哦，3開始。好，先來我這邊炒肉絲吧。好，炒肉絲。嗨，以前你做的天數嗎？該嘞？你會用刀子嗎？
会啊，真的会哦。你对摩卡有天数煮菜吗？我在家里会切水果。切水果，厉害，他不会。没有，我直接拿来啃的。很难呢。给猪肉会先来打 BND 吗？庆元的披风，庆元啊！你帮我切这个，还是你用剪的？剪刀可以剪，这个用剪的，我来帮他。这样可以。这么大只。葱白跟葱青要分开，白色跟绿色分开来。哦，好，加油哦。可以。鸡血姐，你要做嘛该？小批，哦，小为什么有？这是番薯。两美风水的哦。美呀番薯。做嘛个个番薯啊？也下甜。看一下哈吼，我你准备个食材冻到，啊，不过你去个改完系嘛该？该系cheese。煎饼吼，那最技巧的部分系咩？系讲点下扁面嘅时间，嘿，马上会变，挨扁。哎，自家豆腐排有做菜吗？有啲不卡喺捱做，啊冇就喺捱家婆做。你做得来靠你接受主持下的节目，因为我们一直在找男主持。哦，读书我先读起啦哈，读嚟之后长就寄付了，寄付听听哦。没有，我们可以啊。哦，直接签了。决定的。哦。对，不会，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的体重超标了。哎呦，真的好可惜哦。做嘛个？你吐出来加添椒啊？咩？你会摆盘。摆盘，看伊来下好看。所以等一下我先10个也是去加入表。不是，你要准备上去。那是这样是要弄泥吗？太细了，好了，停了，换这个。等一下，丽萍姐，你原本的期待是什么？我原本的期待，不要太细，这样子对。哎，慢慢挑一挑。你这个放在这里，来告你，哥哥教你，哥哥教你，哥哥教你教我嘞。师傅啊，哎，这有师傅哎。红萝卜我强下下吗？老师说话的。中啊好，果然是节目经验很强的文居。看一下青椒，好，青椒，彩椒有一点色盲啦。彩椒，今天走译文，那看颜色看不出来。韩式跟马朗Q 啊。宜兴妈妈在家也是这么浮夸吗？你这个放在这里，来告你，哥哥告你，叔叔告我吗？什么挑？然后你不用按那的那么危险嘛，还用不用下去时候。他不是在剥选哦，继续摆啦。这样狗皮款也好了，看一下了。那个静一下心。好，来，要考试喽，要考试喽。要哈妹妹帮我卤肉。卤肉。哇，太干嘛个东西？偏离粉。看好了。含油嘅香油，香油哦，香油啊哈 ，tell you，哎，香油1 cc，香油5滴，啊太多，3滴啊，3 ，OK， 好，那你会搅一搅吗，搅搅啊？哦，蛮厉害的哦。那看伊切东西，其实切到1毫呢，你怎么会说豆腐卡冇煮菜呢？都上班啊，都去做阿妹。做嘛个体育啊？同爱露台做个画图的，画钢构图。哇！10个月切嘛个？你 OK 啊？你5匹的盲切。哦。哎，看得出来术业有专攻。对啊。但是吃的这一方面呢，太搞我是最在行的。对，给不用点就好。啊，你有会穷勺吗？有哦，穷少哈，等一下哈。因为比例我看一下啦。系啊系啊。你应该通工冇啊？好结束。等一下。好，等一下张好，总。等下考呢。好，加油加油。他是跟我们讲加油。嘿嘿，冇唔错。哦，相较同一下子吼吼。哎。我做嘛个加油啊？菜怎会忘记啦？你用袂滴，安样怎会忘记啦？你咪讲你冇买关心煮菜。我條呢度要做飯菜，唔係摸就係是他啦，我忘記了。雞摸做雞，唔係嗌哦。哎，你愛穿1毫公哎。係啊。你要把握時間的，你當然要煎哦。哦，你要走對了嗎？這個比例走對嗎？走對嘞。哦，走得開始煎咯，要時間了哦。你點冇卡要做去做過嗎？要平常咩啱做？平常係點樣做？平常雞跑係摸眼醬，哦，給自家一點空間嘛。係啊。阿朱家，按最後是阿姨做嘅係嘛嘅？嗌烤絲用啊。
用对都做得安尼。你知道以欣刚才回答是妈妈做的我都喜欢呢。我又改一下。哦。哎呦，煎饼系安用煎哦。等下意思啲咧，等下。用鉗的炒啊。你水嘅撈嘅鉗鉗鐵，等用鉗的扁饼是炒的，好嗎？所以等下煎的時候嘛，應該再先孔蓋片哦。好。妹妹，好強哦！妹妹，你小廚師哦，好香啊！用掀起鍋備用。還有個按落一下，你滷感有真正凍香哎。看起來很會煮哎。對啊，感覺穩足啲吼，像欠屁的啊。馬鈴薯。馬鈴薯。紅蘿蔔會強下下麼？老師說話的。窮啊哈！聽到了哈。果然是節目經驗很強的文珠姐。厲害。會冰水嗎？好。先炒過等下讓冰。先炒過等下讓冰呢？好，炒過等下讓冰。它的暗示太明顯了。從裡頭出來嘅馬鈴薯會做綿綿的好較好食，也係做脆脆的較好食。我喜歡脆脆好食。哦。那有沒有些小 pepper？金黃色的色。小 pepper 是該有啊，我切下油豆是會脆。哦。是安用甜。兩下。應該都有孔蓋片好咧，好嗎？哦喲，單手哦。唔怕，按個鉗手你是時候咧，對啊，鉗下去。這樣子，他的意思是壓下去，嘿，因為自家對海陸比較不熟悉啦，所以我講西人石頭嘅。但我也不會講。那邊唔曉。是不是馬鈴薯嘅肉點是安用？假使去散體咧，你再用鍋鏟壓一壓，它又可以定型。有澱粉。嘿。開水，該紅椒、青椒。好。青椒。青椒。彩椒有一點色盲啦。彩椒。今天可以走譯文，那看顏色看不出來。緊張啦，緊張啊！唔是來上節目提白。哦。處女秀。幾個冇告一下阿基哦，你上節目經驗這麼多。出任哦，出任哦。哎，你要翻面哦，翻面哦。出任哦。翻面哦。哦，見到擦擦哦。係啊。你要這樣熟嚟啊！你給我翻面那款。啊，呢個。應該出任的嘛，嗬，要講嗬。係，自家愛翻面出任的哦。應該拍到幾個貴片來煎來切過，安用披薩中咯。嘿，安會下腳嗬。好，我們先過去。好，那就孔蓋片咯，哈。哇，好漂亮哦！檸檬色的耶。你咪做得試看咯，要脆脆麼？要鬆麼？安用面啊，嗬。哎呦，哦，都可以。哦，呢個熟嘅啦。熟嘅嚇。誒，熟嘅。你確定嗬？做得試看啦。鹹子嘅馬鈴薯 Q。啊 Q 啊。以欣媽媽在家也是這麼浮誇嗎？有嗎？啊。有。有啊。邊哦，莫去背到啊。哎呀，這樣才好吃。就會安用啦。哦。阿媽嘅是這會調味。哦，安尼較強。哦。一摸就會ทักเนี่ย。安用差不多咯。好，來倒數咯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就係吃色困難T關啲度，奈不卡米西靠後色咧。哇，馬蘭薯的料理用煮對某 Q 要編發，哎，我們看炒的金黃色，哎呦，炒到凍紅呢，其實已經沒體日白啦哈，凍到白哈，就凍紅，吃吃看，而且要吃到蔥哦，因為是我們以欣剪的。哦，你閃到了哈，馬鈴薯尾配哈。以欣好什麼？味道如何？好食，好食。OK， 哇，沒有小朋友都喜歡吃一定都好食。哦，食到咁肉嘅豬姐哦，哎，真經好食呢，以欣，這個滷誒，好厲害哦，凍香。小朋友哈，幾歲啊？剛剛沒問到。8歲。你看8歲哦，這個滷跟肉，這個煎跟肉，好食嗎？我就按落一下。咪頭咩凍針啫？凍條，真的。好，來分析藍色嘅可能。來。那就解下水妹，佢就用嘅70分吼，都給打過。係。哦喲，好食嗎？非常好食。真嘅。哦。自家做嘅馬鈴薯冇效嗬，眼咁樣唔會啦嗬。該拍戲喺度加持。係哦，口感未都好啦。要調味啦，主要係調味。有調過啊，嗬，都有調過。媽媽嘅好食也係藍隊嘅好食。
都很好吃。媽媽好食，媽媽教到凍好。兩組都表現都懂針的，應該來講，就你們發揮這個題材，說各自都表現很好。啊，唔過殺好了就看師傅中意嘛該咯。馬上先來向龐師傅搶分數。哇！還有安用的哦，兜個圈，兜個圈，那麼出片了。人家自家也是有心靈會受傷的哦。好啦，你睇下看一下金永鳳齊師傅，你看一下自家嘅木柱，佢會攪出來咧。好了，那是流汗，不好意思。方師傅講一下。基本一般風水嘅原因係，即個加馬鈴薯煎，個煮到好凍入面，調味啊調到清度好，有了馬鈴薯攞肉嘅個甜味炒出來。兩片呢，加煎表面煎到清香，然後生菜沙拉，然後去好，它磨下味。所以半兩片。七師傅已經講過，因為半兩片哦，馬鈴薯哦煎到有度好，脆，有咪講香軟，度好。啊，兩片其實你話幾個年嘅時間，你做咩調味調好，創啲，該黑胡椒你又話做啲變咗必白，還有梅頭，哦，你係提一點，啊提一點應該煎到下擦掉，免做咩全部啦，煎下擦，細波煎。下擦是好吃，安樣嘅。我們的專業是唱歌嘛，對不對？好啦，都表現都懂針的，至少呢，我跟你說，小朋友都吃得懂後生。好，可是呢，廿三下來呢，看一下一個馬鈴薯，今日龐師傅叫無來咗編出馬嘅時代料理，留大家分享咧。中埔素滷菜。好，當叫呢冇看到龐師傅來到節目當中表演呢，今日先給師傅帶來料理嘅馬名誒。tomato 馬鈴薯卵。哦，tomato，還有馬鈴薯卵。啊，食材介紹完了是不是？還沒有啦。可以係。好，兩位哦，今日準備咧有蒜末迄白醬的，然後洋蔥、蔥頭，那個紅蘿蔔，那個咧主要的茄子、tomato，嘿，那個 tomato 的醬一啲啲咧，那個有一啲啲的豬肉。啊，兩片咧？兩片咧，愛加炸的，也係酥炸粉，那個卵，那個培根，那個馬鈴薯，馬鈴薯。我會支持馬鈴薯哦，這不是水晶餃哦，不是。哦，見到佢弄到喺度鹹呀，還有嗰個西餐的飲食去底料，你知道嗎？橄欖絲。對。那兩片呢？那片是你跟它會做最後盤式的去絲粉、去絲粉加跟道具。好，等下就開始來做了。好，先做馬鈴。你等下咧馬鈴薯咧，然後給燒到紅圓，將佢亂紅圓哈。橄欖絲。橄欖絲，然後就咧培根。爆幾落，幾落哦。比例就嘛個建議嗎？比例看一家吼，嘿，因為它做的中央，嘿，看它吼，大概2大匙吼，加2大匙的水哦。跳動牛來用嗎？牛，你一天都按牛，你迄冇按牛吼，你就會粘不起來，會粘不起來吼，亂會多一些落來。做乜該撈亂啲嘛？這個是亂風亂它全有嗎？還是有全蛋。為什麼要揉亂呢？較香，沒，蛋有那個膨脹作用。哦，變蛋酥的。給它膨起來呀。那我應該吃蠻多蛋的哈。你不是，你是吃很多東西。有些人會過3關呢，這個要過3關嗎？過1關就好，就是這一關。就這一關好。我按鈕，扭好點嘛。我按最後嘞，這樣培根哦。那做乜該有用培根啊？比較香啊，因為我的馬鈴薯淡冇味。對。啊，根本應該有讓培根哦，一起起來。面糊下上哦，所以不是外面呢，外面要啊，外面沒有哦，當然要的魚啊，好，把它捲起來，好，然後就不用沾進去炸，按用時候呀，按最後嘞，不要客氣咯，今日有鍋雞粉咩？對，等下等我，你咪做一天做啊，唔怕，係啊，是這樣子過嗎？拉過一下，拉起來時候咧，幫佢遞啊遞，後邊過來，邊過來，好，按過一件，好，請問一下，雞肉啊，都得用嘅牛肉嘛？做的，沒做用牛肉片、豬肉片都可以，五花肉也可以。那師傅請問，該醬你用台番茄落洗番茄有差嗎？沒，洗番茄係甜，那種台番茄就有點酸一樣嘅。
所以我会绕台，我会分开来。哦，小番茄只装薯片蔬果，大番茄是属于比较蔬果类。哎，怎么搞加奶油啊？因为我用奶油含，然后其他种的方式係屬於西餐意大利料理嗰種嘅。唔會超火辣咯。唔都蠻高啊。哦，這個奶油料片哈，做唔得香煙哈，你有吃了血就好了。跟麻油的概念是一样的。對，它也會變苦。有點，其他東西含喺低溫烹調裡。哎。以欣說什麼？很香，很香哦。其實選到係當今種嘅東西啊，你係平常先煮出來，先攞去炒熟，其實佢都會從馬鈴薯，佢會從啲番薯，它就甜甜的味。哎，當今種。我要請一個給自家吃，因為我是他粉絲，我是那個以運給嘅粉絲呢，可是我沒東西可以給你。很多人免的哦，還是啲哦，你要怪平時煮唔起嚟嘅。反正就只煮下去而已，最多就是分開來吃嘛。哎呀。是白煙做的嗎？可以，做的哈。大哥都係加蔥條。對，紅蘿蔔。哦。紅蘿蔔和奶炒，還有豬肉落去。哎，豬肉會先入鍋嗎？不是，你攞去飆到滾滾。豬肉哈，你就撈軟，你就會撈個結締組織不用牛，啊羊肉就會滑滑。一般你都會不用那個軟啊，不用那個片粒粉，其實不是，你就拿個軟哈。適當的鹽，然後你腌它，你就會軟軟的。東香，等件東香。好，你煸到豬肉乾的時間，你就來調味。啊，你會泡幾久啊？你金黃色的嗎？把它炒到金黃色就可以了。金黃色。而且幫我加高溫。師傅現在是剛剛是一開始是先中小火嘛？哎，溫度會慢慢上來。那豬肉哈，比它早了哈，你就做會不用醬調。哦。所以所有嘅食材先係切油咁樣。煮個토마토醬哦，係會關中一系列加糖。很多誒。不過點係等下會加tomato醬嘅，還會加糖。比tomato醬佢冇甜啊，佢就酸酸。這個是酸酸的。你要先給它酸的tomato醬。這時候要洗手指。對。什麼要洗手指？當然後tomato哈，佢就紅上色咯，其實唔錯嘅。tomato要加熱。雞蛋有營養，能夠加熱，雞蛋會酸。是放茄紅素。對。哎呦，雞蛋會酸。因為明珠姐有教過。有在聽哦。沒有。哇，這個頭都好漂亮的顏色哦，像金塊一樣哎。我問一下，像你阿鋪馬鈴薯吼，你怎麼知道它啲地位要鋪到熟咧？哦，馬鈴薯啊。哦。誒，馬鈴薯佢嗰邊差唔多啱先。本來拍色咧，咱就透明透過去就好咧。因為我想講吼，你可以洗做得先脆過嗎？跟馬鈴薯做得先脆過。做得沒做得用脆也沒做得。這個是要沾瓦薩比是不是？沒有。哦。啊，等下該用冰爽起時候。對。你喺地煲靠做未當件，但地煲可能要煎嘛，該未做得啦，錯冇？做得軟啊。誒，佢未做得變個五花肉、鹹豬肉，誒，鹹豬肉變蔥，蔥肉未做得啦。竹筍未做得。誒，竹筍，甘蔗未做得。芋頭，哦，未做得。哇！等下嘅意思係講哦，熱沙是兩隻。你剛才不是說馬鈴薯會皮嗎？係啊，會配係咩？對呀，你不適合吃啦。好，然後再撒上我們的雞翅粉。好，拿起本睇下可以睇。哇！tomato 馬鈴薯卵，阿娘就好食咯。怎麼了？講起大做呢事啦，因為只要3盤啊，都係馬沙做呢事咧。係想用啲都麻煩嘅按掉嘛。係哦。啊，這個冇按過識到，為什麼呢？行我先來答題目啊。題目嘅題目係做起嘅後廚呢，做乜該講該馬鈴薯咧，係惡魔的果實呢？喂。A 容易長蛀蟲。B 想到凍蔗，哎呦，馬該咧，先來猜拳，剪刀石頭布，有讓妹妹啦。
B。真的 B 哦，他给懂很确定，很有自信。你也是长得很丑，你也是外貌协会的，是不是？马铃薯好可怜。选引来蛀虫吧。你总要选 A 题啦。来转过来，转过来。好，今日嘅答案到底係 A 也係 B 咧？答案係 B。係咪認為風水上到凍結啊？早期嘅西方人啊，其實是買馬鈴薯嘅時候冇削皮。吃起就是咧有濃濃的土味，所以呢外表看起來凍滯，所以很多人都過惡魔的果實。哦，竟然會因為長相被叫做惡魔？對啊，馬鈴薯只係從那個南美過去的。馬鈴薯其實都有那個經濟價值，因為它很好種，故時候就可以餵更多的人口。大家看得出來，志佳很努力的在爭取這些。看得出來。我要請一個給志佳吃，因為我是他粉絲，我都會不用給他勾 Q 哎。啊，我是那個體育街嘅粉絲呢，可是我沒東西可以給你。好，我這種同車，我俾婆哥講起我話酥軟。嗰個仲香，裡面嘅皮跟一婆哥很開香。馬鈴薯炸過你就想象薯條嘛，哦，就是有那種香氣啊。該香味帶出來咧。妹妹終於有新菜單咧。哦，那又是你的壓力了哈。董事合作那個蝦椒菜，美凍適合小朋友，從小朋友去下課。都需要，他媽媽做咪唔會太難。可是要講一下，議題上來哈，風吹家得到2分，南吹你要加油自家，身為你的粉絲，我會讓我笑你嘛，加油咯！加油加油！馬上就嚟進行最不迷館挑戰咯！料理風綠燈，涼脆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撒點萬盛中葡時，實天我做嘅料理。啲之前都唔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涼脆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失亂分麼？一家之主，你隨來上菜嚟。好，又到誒料理風綠燈嘅時間咯。嘿，看到嘅面了哦，我是啲哦，兩個朋友最唔起睇嘅。有學到心得了。對，就是貓輪等下出面係嘛嘅，面對現實。對，但是就是煮下去而已，最多就是分開來吃嘛。哎呀，喺度看下今天會做嘅菜色啦，姜婆馬輪，一定是分馬輪啊，不能用。可是呢，我們已經看過太細食材，對嗎？沒再怕了，我反而是覺得，來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，我就是要抽到飛麻蛋，就是要抽到土。對，好，馬上先來，我猜拳啦，有冇有嘛？阿姨，阿姨來好冇？阿姨來，剪刀石頭布。你們這一家是，他太厲害了，他可以真的懂我猜拳。我們的專業是唱歌。哦，對不起。我們先選，你要選嗎？個顏色？紅色。好，1、2、3，耶！掉了，不錯哎。你下望眼你看一下哦，藍隊到底笑不笑得出來？馬上我來秀。自家啦，反正你們兩個運氣都不是很好。好，1、2、3，豬皮嘅嗎？你要緊緊打開嚟看一下係馬卵嗎？還是這是小馬卵啊？我跳下。哎，其實我覺得3個食材都這一次製作單位蠻友善，是不是有被客訴啊？哎，有可能哦。哎，觀眾朋友記得打電話問我哦。對，蠻都可以吃的。好啦，那以下食材。豬皮做得嗎？好，好，馬上就嚟進行最不迷館比賽咯！呢個姜寶條輪，然後姜寶豬皮，相信觀眾朋友應該係大部分冇食過啦。不過呢，我們也是第一次嘗試，太期間呢有動態嘅發揮空間。有信心嗎？有。馬上就嚟進行最不迷館挑戰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搶開始咯。好，我們來這邊看看。先看兩片，看一下釣鵝卵哈。以前有吃過鳥蛋嗎？有關一個姜寶啊，你的一個發酵有用嗎？一個花椒低溫下去炒一下下就好了。各位，立刻來哦。繼續做。所以你們現在先的備料，看看什麼時候用廚師幫忙我。釣卵用剖的啊，用剪的。他說半煎炸啊。用半煎炸，怪哦。這邊不能炸。總得半記得調到建議。你要留片一份嗎？
哦，爱先切呀，呀，爱切么？哦，哎，又西件哦，又西件的哦，夹夹哦，用水果刀切辣椒哦。就去切件种啊。哦，切。好啦，冇时间用啦，先过去看一下。等下转过来冇停错，做啲溶解派儿嚟。那先老娘不管它喽。好，等下张口老娘用。好，好，等下谈看一下，你用晒分工系嘛嘅？来举个来讲。我负责处理那个东西。哦，等下买个东西，你要叫它的名字什么那个东西？猪条皮。猪皮啦。哦，猪皮。做嘛个用破诶，做唔得用剪呢？唔知呢，都冇看了一下。可是旁边给我们刚才嘛。然后就要搬去切，切會咬唔甜筒嘛。冇，因為等下炒醬嘅，其實它一吸汁力係會 Q 嘅。咁難呢？有一個會等下會白湯師傅嘞。差不多了哦。那有魚類之前會賴夠糞土哦。我這個快要變成像是，你知道以前吃的那個白菜鱸魚地位加加。就是要這樣子啊，我們就是這個想法，但是做不做得出來哈？等一下款是第一。那我們什麼時候用廚師幫我？現在啊。先好。哎，料都備好了嗎？我備好了。備好了。我用拍了嗎？好，因為廚師天數愛。老愛天數。好，你要講嘛？哦，七師傅係嗎？來看，喺度硬搏到啲麼？人阿冇硬強咧，你相信啊？我自家是冇相信咧，慘咩啦？唔怕啦，七師傅係用薄嘅崩子啦。哦，炒這個花椒很重要哦。你要什麼開？火。你點解要啊？我點解會讓你炒啲花椒粒？按個油呀撩起來，好撩起來以後要啊，吼，我點解讓你會做差唔多會做好啊，用吼，好來。第二句是講吼，煸好以後那個花椒粒唔會溜定哦。唔會溜定，撩起來呀，吼。我都有兩，撩起來哈，好。哦。還看誰？這兩邊都是靠臉吃飯的，小心一點。哎，對。擁抱。哦，唔會打樁。一陣係咪長過啊？長安院哈。點長過我見到。哈。哦。3。哦。時間到。他會怎麼改？他會怎麼改 ？Hello，時間到了。到咧哈，到咧哈。七師傅都叫我表現，都給你表現下。哦，對，等一下，給我3秒鐘把剩下的倒掉。因為等一下哈，民主間拗到倆哈，以免呢為夫婦哦。係啊，好，來令啊，這邊哦，好，加油！這邊發生什麼事情了？一切安好。你要用那麼小的 baby。你好可愛哦，文珠姐。你在主板染係嗎？我幫你。聲音，個 BB 寶寶個。哇，哦，換誰水中總上鼓勵一下。耶！這個油很重要哦。油溫會調大嗎？油溫會調大嗎？高一點。哎，你踢響動明顯呢。你要用廚師幫幫我嗎？油，我要先倒油。倒油味啊？倒到哪裡？都壓了。哎呦！你還沒倒油沒？這個是精華呢。哦。不會吧？這樣會過咯，冇你咯。哎，從那個時間幫到，你看挺來山。我覺得這樣子開大火，還有油讓醬給它，好棒棒哦！你是在酸我還是真的？油溫會調大嗎？油溫會調大嗎？高一點。哎，你踢響動明顯呢。你要用廚師幫幫我嗎？油，我要先倒油。倒油味啊？倒到哪裡？都壓了。哎呦！你還沒倒油沒？這個是精華呢。沒有。幫你。哦，給。你要做乜㗎？然後它就瀝油嘛。哦，瀝油。好，你要用廚師幫幫我了嗎？我蒜頭盲切了，不能師傅切。蒜頭盲切。愛來切，人簡單的愛會切。啊，切好是冇時間的哦。咁火未做得升開咪唔怕嗬。哎呦！好，來，以欣你過來。怎麼變？你們切的時候就按時間切耶？咬牙切。這個字怎麼說？你知道嗎？廚師天數愛。好，幾時可以洗？網線啊，像嘛干像的。黃師傅阿姨。謝謝。來，果然美女就是美女哈。
好，准备好了吗？计时开始。好，可是你不用细细的揉。同师傅要维持你的优雅哦。没有办法优雅了。哦，辣椒啊，鲜豆系吗？哎，辣椒鲜豆会穷人吗？不会。哦，小心哦，以心也是靠脸吃饭的哦。哎，好。辣椒。哦，炒不去香来啦哈。不会吧？虚见外国咯，冇理哦。来，先放这边。哎，总得虚见帮手，虚见帮手。因为我时间到了。软表落来还调味料。哦，倒数咯。加不用。好，来。4。调吗？该。2、1，挑染。虚见豆。调油。好，给你讲5秒，唔够总得走嘞，讲5秒就好。来，5、4、3。要加什么调味料？酱油。好，公开的，公开的。对，然后盐，要先试味道。要先试味道。好，要先试味道，好，我们先过去了。好，我哋先狂改片好了。哇，破了。哎呦，看起来。哦，那个猪皮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嘿，取心吗？干辣椒去干吗？有，不过俺唔会全部都不落去。这样没熊辣。嘿，因为其实啊。当然啦，看到猪皮就想到自己的皮。我觉得还要再咸一点。我也觉得。你要干嘛干？让，你看听了让。我觉得这样子开大火，还有就让它酱给它，好棒棒哦！你是在酸我还是真的？好棒棒。这豆油很香啊。我觉得调油好，对嘛？你看他暗示我了。还不会表，等他，因为我觉得味道摸就。哦，等一下。哎，自家怎么又飞奥了啊？哦。应该提头其实要表。第一下。料是好的嘛哈。对。他说得赶紧输出个汤。味汤。倒数了。哟。倒数。倒数。举手吗？倒数了。倒数了。 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来支持看到最杯米一罐奶布卡张系列太重铺嘞。好，一个姜布呢，所老娘的精华、老的法则，还有找回辣椒呀、超多有小米，基本上应该是 safe 的。而且呢，利用足度用到要给厨师天数眼，俨然是一个厨师的 PK 啦。好，这是看到姜布咯做钓饵卵，还嘛该。所以还不吃。好，其实两咩钓饵卵啊，叫姜布板染呐，吼。板染系啊。哦。东后色哎，这火锅我平常看 Q。自家很重用哎，那个葱的东后色。哎，但是我们主角是钓饵卵，那姜布。会几多食几多嘢？就是爱批那个乱批那个葱的色，强下色安尼。我未感觉，我强下色但下有梅，钓饵一家本身。冇买梅哈。冇买梅。然后玩猪皮的哦，以心，你敢吃猪皮吗？敢吃吗？好哦，来，再给多选。哎。非常 Q 呢，好，难怪有现剖狗，好 Q 哎，蛋肠是自动入母哦，哇呀，猪皮真劲好食，他要哭了吗？真劲好吃，都 Q 啊，以信知道哎，好好吃，好好吃哦，几块钱嘞？我感觉冻好食，冻好食哈，有安样做过吗？不是，直白，我是用到猪皮做了姜布做偏油诶，嘿哦。紧张的时间，我都带奶煮的生出来，马上前来抢胖师傅抢本分数。好的，哦，就几回偏手哦，来看一下，C师傅抢本分数。哇，今天不会公道的。来公平哈，胖师傅。这道亮片哦，咩真好吃，因为南推加花椒粒有出来，有辣的味道有出来，主角。七师傅，你的想法咧？我的想法吼，你一片嚟加花椒味摸出来，可能係用白啲啊，應該有病強度咧。加花椒粒一出是紅燒，所以佢嘅花椒粒麻摸出來。好，喺碟從啲嘅破開掉落嚟時間嘛，50公分。你做得長間應該都要煮開佛跳牆面有金黃色誒，條油黏黏呢落去破起來。佢下會煮開梅頭。安啲咧哦，係啦，啲豬皮哦。真緊是到凍 Q 彈，真緊泡到凍吼，啊調個醬汁咪比例又錯，
所以分鸦片。恭喜恭喜！你不要开复合书店了，开复合餐厅可能好多。所以呢，两管地度啊，嘛个永保马论唔是啊，你直接开发新的菜色，永保条论也永保猪皮都係當好食咧。啱講你今日比賽成績已經出來嗬，風吹老藍水都會得到2分評數。恭喜風吹得到1000元的假彩券。恭喜！哇，恭喜恭喜！藍水呢，未錯得到2500嘅假彩券。恭喜！哇，皆大歡喜平手哦。好，先請文珠老太家來分享一下了解參加心得。因為平常時就像妹妹都跟他講的呀，懂事有煮，嘿，真緊。啊，古時候就會講，其實煮菜啊，懂神氣。壓他聲音沒胎啊，我回家會好好練習啊。今天也有那個學習到說，就是新的菜色，懂有意思啊。謝謝，嘿呀。而且呢，我覺得你今天給以欣懂後誒，就會罵你嘛，就算是等媽媽煮的菜耶。啊，真的，以欣要不要來參加？有什麼心得？老太家講一下好嗎？有學到什麼嗎？有。必講發講嗎？該有學到煮飯的技巧。哇，好專業哦！像是什麼技巧呢？炒菜，還有醃肉的步驟啊，那個肉是你自己醃的耶。肉大家都說懂蘸料哎。第一開始是媽媽醃的。哦，那個小幫手啊。以欣其實也非常電影笑，該下文珠姐就老人講吼，其實基隆莎之前就參加過其他的節目吼，啊以欣都是到處跟人家講，我跟你講我是上過電視的哦，有沒有？吼，好啦，你下問一下吼，奇訓姐吼，講一下今日來參加的感想好嗎？伊東奮去來度推廣兩位吼，他體育擺上電視我。東金鐘，可以來唔上體拜體拜，因為我已經是中年人了，我哋要退休咧，我哋要去中南做一隻藝文類產業。哦，佢規則是希望講，到得到客家嘅文化，傳到下一代。對，傳給自己的外甥沒動好啊。係啊，那個錢沒有傳到下一代。那個再說吼。其實奇訓姐哦，對客家文化的推廣，咪盡緊做動東西。佢自家開個複合書店哦，佢就2006、2006、3006哦，全係撈客家就關係咧。所以吼，今日傳得出來，今年來動來這個節目，也是把客家繼續傳下去，對不對？啊，自家就傳到嗎？其實我感覺就係做菜的時間，咪係一種培養那個新嘅一個過程啊，就是講那個貨啊，可以較細嘅、較大嘅啊，呢種過程其實就留到任何共用啊，就是講乜嘅時間可以加乜嘅東西啊，啊，佢叫一天嘅過程留那個步驟啊，我就感覺其實呢個係當神奇當好教嘅一種事情，對我來講。好啦，因為佢吼咪係提咗擺上街做料理嘅節目啦。對佢來講啊，我覺得已經表現算不錯了喲。比你好很多。對啊，對啊。恭喜！好，今日真見東南嘅，啱啱講到啊，像基於字啊，嗬，傳承客家文化，像大家唱客家歌曲啊，咩係種傳承客家文化嘅方式。唔過呢，美食就係一個最平易近人的方式。做得以下呢，就本太清啊感受到客家嘅好味事。故說呢，學客家料理就是傳承客家文化第一步哦。係啊，唔單場就音樂嗬，音樂咪做啲推廣嘅呢個客家嘅文化。咁講嗬，做菜嘅菜嘅美事咪係一種嗬創新哦客家文化嘅方式之一哦。所以大家咧歡迎大家嗬，我們邀請所有的斜槓青年做音樂嘅做菜嘅，大家都報名參加哦。我唔執，依家之主等等你向下來報名，向下來學習，向下傳承客家文化。依家之主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